也若最近去菜市啊买菜，凊彩买，就感觉落地啊空，因为进前风台来乱，即马冬瓜挂价大起。另外，亲像葱啊、大冬啊、苦瓜、卡马豆嘛，拢有较贵。短期照顾叶仔菜类继续有回稳。去菜市啊，加设几个单位比介绍是真侪人定会做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今年下半年受山拖、狂雷天土，这风台连续影响台湾，菜起价互大家真底啊这种感觉。以前可能去菜市场可能几百块，现在都要1000多块，大概这种感觉。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统计，总菜市交货量1558吨，平均价销42块5，进货量比休市进前增加真多，显示菜价大大平稳。不过平常时每公斤批发价10块到20块的冬瓜，最近价销翻倍到将近40块。12月18，冬瓜价销要到1公斤77块。40冬瓜不止40，大概是多少？你现在零卖有可能都，因为我们批发就有人在批45块，啊，你散卖是至少要50。冬瓜产季是4到10月，不过采收了后，因放到冬天，拄到今年风台大水雨，快递涂开冬瓜，互大水引起中南部瓜产受损。即马这个价销，连卖菜也讲真是无俗。爱卖50块到55块。50到55哦。听讲即马是历史新高是哦。哎对。除了冬瓜以外，北农行情有经报告显示，葱啊、大冬啊、姜啊、柚啊、苦瓜、坎豆等等，当季平均价销拢关出去年降过真多。番茄怎么说？太贵了，原本20-30块吧。那现在有的都好一点，你看那个那么丑的就80几块，好一点的话都100多块。葱啊每公斤平均价销783块3，去年降价是124块9，差658块4，相当5倍多。不过北农资料也指出，二是交易市况平稳，各种菜色的价销是落座起少，因为交货结果的关系，平均价销有点起。短期叶菜有几啊款，等到每公斤10几块、70几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